啊！喂，大家听着，兴旺大圣的怪才一呼讲一乐，大家让开，让开！他们在那里吧？快与我乱棍击打，将他们轰彻彻恩去。是。永生神好并表，我心光一贯自己因公有。正这条，我私下团上尽应有否？兴许我一路查看到看经，承办堂官此年报，吹之吹罪名聚集府门外。腿上无伤本官今朝又有谁生不离命运，拖了下去。什么啊？本是虚心死欺天，今日看来却是doğ于虚名啊！他把我误认为是巡王大人徐清，将高丈人带上来。是。你叫什么冤？要告什么人？上告18年前杀害我丈夫的罪生许生。哪个许成？我把枪许成。我把枪许成，不就是巡王大人的父亲吗？要你慢慢讲嘞。大声用
娘定会与你这尊。来呀，待会与你呀听候发落哦。东西寻爱大圣。啊！你不是寻爱大圣，你不是寻爱大圣。遇不了他，我不怕细听来寻常；遇有了他，我周急不怕地有杀。寻爱大圣到，寻爱大圣到，寻爱大圣到。路边来历苦生意，默默消掉我生多虚情心中。曾
我身上见的王是，请和岳神上席讲话。大圣，大圣，宋小青远从何来呀？大圣，家内罪荒，臣民对量，朝廷发放的政治粮，我们家民最义，连一粒米都没有分到，我们快要饿死了啊！我们常住在你自己所朝廷总把政治粮，却不见官府发放粮。是啊，大人，我公正是为累，长寿那是旧家的老家，朝廷发放的政治粮，他早经长者也很风高事业，推长征他老家视察，谁高价策马，没事跑离呢。大圣，大圣。下面唐不根向大人惩罚密藏，常告无神，乱其不义，非其高堂作甚？他分呐。早会皇上教无义和不教，将乱百姓苦为好。只听上金贼两官照不下，时时不见风马刀。我来是自己我宽关门，满天过黑是风条，本听大兵外大人下江乱，我臣不跟随总头官来帮高，向大人呈上大明朝，真官官就在你面色煎熬。到最近却非是不救谁，谁命我是他才，去大人谁为朝廷争罪了，为民是黑，为民是黑，为民是黑。宋小青，本官一定严正团官，救济贼民。多谢幸恩大圣。老圣家。我家少老爷出京南下，一路劳累，白天外出查看，晚上还要复还安全房。怎样？少老爷，今晚你就早点歇息两吧。怎样？看到这一路贼民，本官实在痛心啊！常福有百姓长狗最近，家与呀百姓长狗最近，这里话语长狗最近的爱里长啊！一张张长字有心，细品来。高最近身为妇女，因为大皇上早已不见了，他暗中断章不争罪，张张都是虚伪藏。他恶官妄语才发威，朝廷竟有这父子辈，不与朕怒气冲啊！
神，来救府衙直接取经，来得正好，圣我有其事。崔大人，请坐。谢走。崔大人，深夜到此，定有公过。徐大人暖下心，巡查十分辛劳，明着下官得杯水酒，为徐大人接风。崔大人，这你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我看你还是把起风的节量，此事尽罪明白。啊，大人有过有名，下官理当要有。崔大人，我此番行恶难尽，可费了你不少辛劳。初闻许情中立，小生父母错千里。咋知他负罪不说水，连他不管将我连ban惩罚尽。曾听他官长老岁多心机，我叫他充当衰我少之力，对杀下水他是很切，待到就地心。任凭他一时不生气，霎时间叫他头低。崔大人，徐大人，崔大人，我来问你。这4月里朝廷发下的签单征贼米粮到哪里去了？5月里皇上不下的万贯巨款又到哪里去了？黎民百姓常告你团政枉法，把此下子铁证是塞。徐大人，你心不上人，也无所不知，但你越久年长，就知道酒醉于此，哪有不软心气？常在广场，哪有不妥之理？为官者为他人留条后路，也是为自己仕途门前铺就前路啊！皇上对你恩不了，有万国之水才昭昭。身为朝中官，不与黎民共度患难及这样，狠心是太君明贼，贼民可总取得了。万千生灵遭毒胎，今世不虑难宽了。自挂来发，谁上家贼的须死了。击鼓修造，永续长。大人，刁民告状，不可轻信。大人不信，下官这里也有一张状子，大人看了便知。
去，两婚生。大人，询问大人，询问大人，只要你一言正对，一言必，此事便知天之地之你之物之。只要大人有情，下官绝不无疑。高大人一罪无此，我已将他带回府衙，盐水狂妄，万无一失。说将他带来，明日我要亲自审问。是。为了何事要装潢于你？是我想乱进府尹，上告在我丈夫的罪身许真，希望大人再准还于我。18年前，许真雄踞魏家，手里拿着一把专门鲜血的钢刀，可力我骂着你丈夫的名字，就是他将丈夫一刀捅死，还配色将走。是我趁他救灾危险，连夜向你报讯，说到许家有财有势，又与官府相好，你不能告他，只能逃生。是念，正是你的所意。18年前，我向官府上告许真，差点大祸临身。从此，我远离华家，插家为民，埋下责任。不想18年后来了青天大圣，一路乱下为民自害，是个铁面无私、秉公执法的清官。也是我为父报罪的时候到了，我就拦路喊冤，上告杀人凶犯许真。这次我即将来进府尹，错当为新欢大人了。今上新欢大人再转还于我再来到这里。是念你是我的居民恩人，请上随我一杯。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是念你要在新欢大人面前为我作证啊！哎呀，岳父啊！你可知道许华大人他是谁？是谁？他就是你财神许真的儿子。是他不审杀，不审杀！你歇歇去吧。并办间幸安大圣，你就是要用我李有素，真是的。这场场子可是李素写，真是被你所写。李有素，这
场上子一动一罢，连续几件事上迟迟不去，倘若恩情情到，本府一定替你做事，倘若差错，事关生命，必痛而死呀！必痛而死，我明白了。我做尽事务对错了呀，不要真身凤凰台，观测真人把这心话，他身为心怀全是他，我能做真情太善呀。他父子毕竟是父子，我岂能深怨心情一场？万事在江水草为树上站住大圣，彼此上不告了，怎么不告长了？大圣，西厢比你是恶，一时刚给上八载，有些事气得想不起来了。倘若长高，难免不出差错，又不喜欢大圣，故而才为女长，放心吧，大圣，快了，你当真不告了，当真不告了，并来出家之身，理该实在公堂，恪守清规，实为我正少相你外，这一此事了。既说此次，长子泪下，你为我去吧。哈，真的不告长了，不告就太好了。长子从
了离情，却非你藏心藏情，他来谁去意把长高再为得所定了心，莫非他怕失去的尘缘无成？莫非他一直虚争是我无情？怎样来说？啊，不来。怎样说？说。怎样？我来问你，我家对你可好？老爷和少老爷对我亲自一家，恩重事上。你来到我家多少年了？20年了啊！你怎会来到我家？老夫人生下你之后，老身就来侍奉少老爷了。你来到我家离开过吗？没有呀。这样，我再来问你，你放在那个石台想死的吧？哦，不神圣，不神圣啊！他搞的，那是我母亲18年前的杀人命案啊！不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！不，邓子娘，你来到我家20年了，难道18年前的事你都不知道了吗？哎呀，少老爷呀，老身我不知道18年前大老爷杀人的事，但老身恰知道18年前大老爷从长沙经商回来发财的事啊！也是18年前，真是。这张长子定是万金不也最钱，为讨他罪证，对不愿意往李要所前来诬告我，实在的可恨，实在的可恼也！你带领兵丁在今夜黑的之前，去岳云湾将那李要所处死。18年前，我家大老爷杀了他的丈夫，我放他逃生，谁知道18年前，这磨难又降临在他的身上。哎呀，岳叔啊，你好命苦啊！
去告诉岳父。敲门的是谁？我是徐家师娘，是他快开门啊！往往是他因过方便请生请先生，请稍等，是。请用茶。
多谢祠堂。先生因我叹息，是他呀。请问大人泪乱去，是何苗教客与对立？家与尘缘泪生疏。生离，谁知得了不下情？我恰是默默随我花语，深深宽阔多不明，恩怨深长爱怨深。心生啊，陪你老大来同奔，与我远去表生疏。一曲远醉独生，马一声虚中插枝成虚阳城。18年前风雨，父把江西早不移，他用杀我的情人。我跳江道灯得余生，才闻心爱是青天，我深愿保住梦西城。想不到不识此国下去，倒叫我是心非心，是高非高离，我不依。有礼貌是呀，不可信也。天下多少谁人，梦想达高就胜利。可觉是多少心嘛共享人偏于凶恶遭不赢。不识真伪无眼睛，人也真伪先生哪里？心马取真与我用，梦想达高是迷之心偏是真。我这里死掉千字把泪骨是兄是姐是我是风是成的
信不信？你此生定算高不成？是他你话中是语，言外语，埋忘这一点秘境。这家人本于是百姓，我怎能看着他去落一点情？不是假真心告诉他，免得是遭好灵。先生啊，你到心爱是何生？他是哪一户啊？他是哪一户啊？他就是你财神之子焦许仙。他骨子虚称就是我王妻，看起来出场定是此原因，是太阳在门虚起，是晴天，是晴天，怎为心事往里面？上天啊，清官难断家事，遇多少清官难断我所行。天也保证在这儿，一人共要2、3分，上夜到红星动作也佳期，当断过的我连着情。何况他父子我所亲，心爱他怎会大义灭亲不虚心？是他的十招锋芒最爱门，一相山只为谁之子内情。我是听当真实第一一是听哪部声音，我倒要当你请讲。啊，我是听想卡实第一。哦，我倒想起来了。是太天生生与我来比心态，希望成缘18层，也希望得兴旺到他来路高长把元生，谁知见了希望面，他打算一方先推出小长子为外门。是太你在要与我两来你定算仔细内中情。不，比你不知此事，比你不知此事。是他，看你神色慌张，莫非那高潮的师太就是你吗？不，
先生，你不要胡言乱语，上来法门请问，死人不早，先生，请闭眼。既说至此，余未有计，告辞。宋先生。四娘，哎呀，岳叔啊！我家少老爷见你突然出场，初当你是被南京府尹追荐没头，今夜就要派人杀你来了！哎呀，岳叔，你快随着营长好生去吧！哎呀，岳叔！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，你是。人要去南京与巡官大人团聚，下官得来陪伴一路同意。有劳周大人费心了。徐老爷呀，佛为何之所依？佛为佛之所佛。在这万事之一之时，还需小心谨慎啊！此话怎讲？18年前，我把将杀人命18年后，一直战至高道奔赴，那杀人凶谁？那杀人凶手给杀！
杀不得！老夫人啊，那凶手杀不得哟！却是为何？他非是别人，就是你家老爷许成。哎呀，周大人啊，你是我家老爷杀人是非所杀啊！本官上不漏问，一无差错。哎，本府念着许豪爷是许万大人的父亲，父子总有血缘之情，国中之情。才将此战呈交许万大人，今日得来告知。许万大人毕竟是你们的好儿子，你们早就准备里面杀人偿命，求过文兄法解呀！哦，下官前提是黑。38年前，我与客上所愿，红我经营，生意兴隆。到了年中，分红吃，少了夜间，定是他背着我动了手脚。可是我又查不到证据。那一天，你为娘家退去，我就在吴不家酒楼设宴请他喝酒，结果他醉了，我也醉了，又到酒后吐真言，我责问他是否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他一听拍而去。你
寻我大圣出教备好，请老爷无声说说些万万经。大世界，这一曲究竟？
请抛开。徐大人，没有啊。快点！
有请朱大圣。啊，新闻大人，来呀，将他绑下了。是什么？哎，徐静，你死亡无罪，我已通报严部并陈设恩上。最近，你刺探朝廷贼粮，常着于长沙老家，比你高价参卖，本府已查过水落石出。至于徐正有恩，本府赐予公道。来呀，将他押下了。是大圣被你刺伤，绝技不高了。怎么欲不告苍了？大圣。困在夜里记心头，我望着切齿之恩来报仇，来路高尚在你手，谁知人生是你负，我闻听此言心动，我以为你定会杀人来面儿，你却是冰封之花心花泪，只见他心头上去世的，原谅你滚丈夫比杀婴儿，他光临来我当不官，不寻四境居上儿，老中官员贤妻你这样的好光，强少云。大圣啊，我愿意想一生不再当夫也不愿意因我自己把功名断了。大圣啊，我真心实意把他求大圣把命女赐予一个。李玉说，18年前杀人命案4个依据，不用拖话，我要你与我父亲当面对质。禀大圣，唐老爷他父神道。打开正门，出门遇见。
亲，那与什么？没语就好。弟弟，母亲。长风再起十来马，西风送亲戚最强，金沙家风动举，大杯酒饮敬高堂。大杯酒也敬高堂，大武岭的新金黄，会不会撒把面线拜你我，二将为满相生郎。弟弟母亲请。弟弟母亲请。
真情，明日就要帮发财，我要将玉珏去南藏。什么人啊？他家不人嘛，落发为的财哦，子娘，少老爷对你有所贤能事。并采集，喜欢大声。弟弟，你曾识他吗？亲爱大人的父亲啊！是那我是办法与是你同对你有所谢谢去吧。儿啊，贵妇知错了，放我儿稍事为我吧。老爷走了，还是一场。
3把年薪，我酗酒失身，发不用尽，使我爱郎自尽。18年后，我不能爱郎自尽，徇私枉法，毁了他一生的前程啊！弟弟，儿啦，弟弟啊！陪雷场到云长，最做你的小儿郎。家村我为呀。
大道之上，岂容易忘不了条囊勇气？秉公断案须无事，根本当心保皇帝。来，有将这件带上来。是。请了本官为何不归？哼！请问巡抚大人，原因我你有所暂告你父失政一环，你是怎样去于真的？你又是怎样发落我的？请你在这公堂之上明言。来，有带许成是。徐州18年前杀人命案，至今案件已发，你还有何话可讲？杀人伤命，谁给犯事？天门发落。一位官法正贼恶从，黄金奥律推分用，真气两万集团上报，故贼名从而落。一有水跌打加倍重，不顾贼名我问无事卖光宗，安庆贼名。小于天下3岁起领从刘玉成乔金宗啊呀，将这只徐州推下去开战。西去。